我觉得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到现场来，表示说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热忱，或者是要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总统他讲到，这是他的连任第2任，他也期待社会给他勇敢一点，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我想修宪在这个会期里头，这是一个朝野的高度的共识。那比如说18岁的公民权，那要废考监，再来就是要下降那个门槛。修宪的门槛人数的部分，那这个同时也是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主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民提议的一个议题。那我也期待总统居然说出他已经是连任了，他比较没有那个选举的压力。那我也期待他很勇敢的来在立法院这边呢，能够让朝野呢。可以有高度的共识之下，我们对修宪要能够做出一些的成绩。那台湾民众呢，对这一次的这个会期的修宪，我们在上个会期其实我们就一进立法院我们就提出来，那也跟尤院长的参叙里头，我们也率先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那这个修宪委员会也在这个会期成立了。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个高度的共识之下呢，对这个18岁的公民权这件事情，民众党大概有38个提案相关的提案，那也已经开始走了哈。那我们期待能够很顺利的去把它完成。那这个很难得的一次的朝野的共识哈，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扰乱这个修宪的一个完成，因为据我所知道，在第8次的修宪里头，因为有一些不同政党的一些其他的声音，致使我们18岁的公民权这个很高度的一个共识都没有通过哈。那当然修宪有它其他的一些高门槛，那也有其他的议题要去讨论。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一次只讨论这种很高度的一个共识的议题，18岁公民权、非考监，再来就是下降这些投票的门槛这件事情。那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总统或者是行政院长的这些双首长制的一个职权不清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或是联立制或并立制的这些选制的一些部分，我想这些有争议的，希望这一次的朝野能够放下歧见，然后大家共同的好好的就有共识的地方来做，把它完成。对，我们民众党也定期在跟年轻人做论坛哦，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就18岁的一个公民权的一些他们的权益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到现场来，表示说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热忱，或者是要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我也乐观其成，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加入这样子一个修宪的一个讨论。